有人問女人嘅運氣同打扮其實係咪真係有關係？我就覺得絕對好大關係。我喺讀中學嘅時候已經特別貪靚，嗰陣就算我淨係得500蚊生活費，都會用350蚊去執靚自己。但係當我行喺學校入面，就會有好多同學，亦都有好多男仔鍾意我、追我。之後亦都有好多人願意同我一齊相處、一齊玩，令到我個人變得好有自信。就連我早期去面試試工，都係因為我形象比較好，好容易就獲得公司嘅青睞。我成日都會諗，點解我會咁鍾意貪靚愛打扮？其實背後有一個核心原因。大家可以留意一個現象：越靚嘅女仔就越愛靚，越瘦嘅女仔就越懂得享受生活，有整容嘅女仔就越會持續去整容。究竟背後係咩原因？其實就係因為佢哋收到足夠嘅正向反饋，因為透過打理外形，能夠獲得好多優待，得到實質結果，先會令自己對呢件事上癮。如果每日花心機精緻打扮，卻換唔到任何好處，無論邊個都一定堅持唔到落去。好似我每日出門都會花時間化一個簡單淡妝，用心襯衫搭配，亦即代表我要比其他人少休息、少瞓覺。但點解我每次出門都要執得整整齊齊、精精緻緻，好似上戰場一樣？因為我好清楚，只要用心打扮好自己，成日嘅運氣都會明顯變好，可以獲得更多人嘅信任，優先得到他人嘅認可，亦都會更容易成為焦點，收穫大眾嘅注目目光。呢啲外形帶來嘅優勢，喺我創業同工作嘅過程入面，都幫助我好多。憑住形象優勢行過不少捷徑，所以先會喺打扮呢條路上越來越沉迷。我每日朝早8點起身，固定健身2個鐘頭，下晝先至返公司工作，仲要每日預留時間用心化妝、打理儀容。我確實花費咗大量時間同金錢去維持而家嘅外形同氣質。假若外形帶來嘅收益好低微，以我咁精明嘅女生，一定會將呢啲時間擺喺其他更有價值嘅事上面。正因為親身感受過，獲得過實質回報，亦都仔細衡量過當中嘅壓力，所以我先會一直堅持，持續用心去做好打扮同自我管理呢件事。